佛教内部被一部分人极力推崇，又被另一部分人强烈反对，甚至勒令禁止修持的护法神，他的名字叫多杰雄天，也叫多杰雄登，或者简称雄天啊。对藏密感兴趣，对西藏近代史有所了解的朋友呢，肯定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最近这几十年呀，围绕多杰雄天的争议早已不只是宗教问题了，还牵扯到了信仰自由、身份认同，甚至一些非常敏感的地缘政治问题。总之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话题，所以啊，很多人不愿意聊，或者说根本就不敢触碰这尊大神。但事实上呢，走进多杰雄天，了解多杰雄天的历史背景和信仰逻辑，对深入学习和理解藏传佛教密宗修行都非常有帮助。既然如此啊，咱们索性就放下包袱，一探究竟，走到哪儿算哪儿呗。那好了，废话少说，开聊多杰雄天。多杰雄天又叫巨力护法、大力金刚护法。多杰在藏语里边是金刚的意思，象征智慧、锋利、顽强、坚固，能断除一切烦恼。而雄天呢，就是说这位护法神的力量视线啊，超胜于佛教所有的护法天神，什么马哈嘎拉大黑天啊、财宝天王毗沙门啊、乃雄护法白哈尔啊、丹间护法金刚善啊，见了这位多杰雄天呢，都得甘拜下风，就这意思。哎，您看。这么个不服不忿的名号本身啊，就给多杰雄天蒙上了一层既神秘又注定要备受争议的色彩。但其实，在早期的格鲁派信仰体系中呢，多杰雄天就是一位很普通的护法神，他的职责只有一个：护持宗喀巴大师所建立的清净教法。请记住这个关键词啊，清净。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啊，教派之间从来就不是一团和气的，不同法脉、不同修法、不同的解释体系之间，长期都存在着各种的矛盾和分歧。对这部分背景还不太熟悉的朋友啊，可以回看我介绍藏传佛教大小教派的那2期合集节目。咱们挑重点简单回顾一下啊。藏传佛教啊，至少有3条并行且不等同的信仰系统。第一条就是显宗教义系统，以佛法3藏，也就是经律论3种类别的典籍为核心，强调的是信仰逻辑、修行次第和解脱路径。第二条呢是密宗修行，也就是密续实修体系，包括了本尊、坛城、灌顶、修持仪轨等等很多的实修功课。这条线啊，特别强调法脉传承的合法性。第3条呢，就是护法体系了。诸天各式各样的这个派系之间共与不共的各种护法神啊，它既不等同于显宗说的佛菩萨，也不等同于民间供奉的鬼神，而是一种以誓约为核心的法界护持力量。所以护法神的角色呢，本质上就是为教法修行体系保驾护航的天神。据此啊，咱们就知道了，这个多杰雄天信仰呢，只存在于这第3条系统里边，跟其他2条线关系不大。多杰雄天的神格啊，是在公元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期这段时间里边才逐渐定型的，正好就是五世达赖喇嘛统领西藏佛教，格鲁派完成了政教双重整合的那个时期。所以啊，多杰雄天最初并不是一位全能的护法神，而更像是格鲁派内部的一尊专属护法神。那么让多杰雄天从教法守护者转变成争议焦点，甚至是这个封杀对象的转折点又是什么呢？这就牵涉到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啊。多杰雄天究竟是天神呢，还是某位历史人物死后化身的厉鬼或者怨魔呢？关于此事啊，藏传佛教内部出现了罗生门，各种说法的焦点指向了17世纪格鲁派一位重要人物杜固扎巴坚赞。此人生活的时代呢，大约是咱们汉地这边的清朝初年。杜固扎巴坚赞生于公元1619年，死于1656年。虽然他只活了37岁啊，但是他的一生呢，却是极其的跌宕起伏，连逝世的过程啊，都是波谲云诡、暗潮汹涌啊。据史料记载，杜固扎巴坚赞出生后呢，被认定为是4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转世灵童候选人之一，后来又被认定是第15世甘丹赤巴班钦索南扎巴的转世。所以啊，他从小就跟后来的5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一起生活学习，这说白了就是发小。不仅如此啊，2人的师傅呢，还都是4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所以这俩人呢，还是同门师兄弟，关系啊非同一般。可惜呀，杜固扎巴坚赞和阿旺罗桑嘉措生活的年代呢，
正是西藏政教混合、政治影响宗教、教权极度膨胀的时期。所以这2位小朋友啊，既是少年玩伴，又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注定不可以愉快的玩耍。而且啊，就跟很多这个皇家子弟一样啊，对他们来说，往往是能耐越大，成绩越好，风险就越大，斗争也越尖锐。而这位杜固扎巴坚赞呢，恰恰是天赋异禀。随着年龄增长啊，他不仅学识渊博、威望崇高，甚至比武士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还拥有了更多的供养信众和虔诚弟子。众所周知啊，这武士达赖喇嘛素有伟大的武士之称，也是一位能量超强、成就超高的宗教领袖。他执掌西藏政教2界的最高权威长达40年之久啊。听到这儿，您可能已经隐约察觉到哪儿不对劲儿了。这杜固扎巴坚赞37岁英年早逝背后啊，必有蹊跷。关于他的死因呢，在藏传佛教内部流传着2种说法。第一个版本说呀，为了保护武士达赖喇嘛的地位，达赖身边的执行长索南若登呢，就带人去刺杀扎巴坚赞。而且因为知道这个刺杀对象不是普通人啊，所以呢，他们还专门用了清朝皇帝御赐的宝剑。没想到啊，几剑扎下去，非但没能刺死扎巴坚赞，他被这宝剑刺穿的伤口上呢，居然还都长出了眼睛，把这帮刺客给吓得是惊慌失措。后来啊，血泊中的扎巴坚赞对这些刺客说呀，你们杀不死我，完成不了任务，回去呢估计也没法交差。那我就告诉你们吧，唯一能杀死我的方法啊，就是用哈达塞住我的喉咙，让我窒息而死。于是啊，这帮刺客们呢，就真的拿来了很多洁白的哈达。他们先是毕恭毕敬地向扎巴坚赞敬献了哈达，然后呢，又把这哈达一条一条地塞进了他的喉咙。据说在扎巴坚赞窒息圆寂的时候啊，从心际里边散发出了无量红光，飞天而去。而且啊，因为他本身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呢，灵魂飞上天际，就化作了一位跟文殊菩萨一样手持宝剑、骑乘雄狮的金甲护法多杰雄天。雄天护法在空中低声呜咽，发出誓言，要永远守护格鲁派的清净教法。第2个版本啊，跟第1个版本最重要的差异就是强调了刺杀杜固扎巴坚赞这事儿呢，武士达赖喇嘛全程不知情。说是索南若登等人啊，趁着武士达赖进京朝见清朝皇帝的时候擅自动手的。他们假借武士达赖之名，把扎巴坚赞逮捕下狱，又在狱中借着这个敬献哈达的仪式呢，勒死了扎巴坚赞，还故意把哈达塞进他的嘴里边，伪装成是自杀的样子。等武士达赖回来之后呢，过问此事，他们就诬陷扎巴坚赞，说他背叛了格鲁派的传承，畏罪自杀了，并且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还取消了他作为活佛的转世资格。但是这之后啊，藏地就连续发生了很多灵异事件啊，各种冰雹天灾持续不断，寺庙里边呢还常有僧人被邪灵附体。这么闹了一阵了以后啊，武士达赖也很头疼。于是呢，他就派了法力高强的宁玛派敏珠林寺德达林巴大师去调伏怨灵。据说这德达林巴啊，用一根3叉金刚杵插住了扎巴坚赞的怨灵，但是却控制不住他极强的我执和法执。最后还是武士达赖喇嘛亲自出马，下令为扎巴坚赞塑造了护法身像，又为他转修仪轨，修建了招底康萨寺，专门供奉香火，才化解了他的怨念。多杰雄天也由此正式成为了格鲁派的一尊专属护法神。哎，这么看起来啊，多杰雄天这个护法本身就是达赖亲封的，那为啥后来又被达赖定成了邪法，禁止修持了呢？综合一下2个版本的叙事，咱们不难看出啊，第1个版本呢，显然是倾向于多杰雄天正面信众的说法，而第2个版本呢，则更像是达赖领导的格鲁派官方的说法。这2种说法啊，有这么几点关键的交集啊：一，杜固扎巴坚赞呢，的确是因为教派内部斗争被人害死的，而且死状离奇诡异。2，多杰雄天就是杜固扎巴坚赞死后未能转化的灵魂所化现的一位护法神。3，作为护法天神呢，多杰雄天护的就是格鲁派的法。掌握了这几条基本共识之后啊，咱们再来看看多杰雄天信仰后来为啥遭到封杀。1996年，流亡印度的14世达赖喇嘛在得到了乃琼护法降神的指示之后啊，颁布了禁令，
禁止格鲁派信徒继续尊奉多杰雄天，并且规定多杰雄天的信徒不得参加格鲁派的法会。当有人追问缘由的时候啊，14世达赖曾经给出过一套非常明确的答复。他首先承认了多杰雄天的存在，并且直言自己也曾经依止过多杰雄天的修法。但是呢，后来发现不对劲了，出现了很多问题。经过反复的思考啊，最后他就决定放弃对雄天的依止了。他说啊，雄天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边呢，都是像山神、水神、土地神一样的存在而受人供奉的。但是最近100多年啊，有些依止雄天的人却把它当作像三宝一样去完全的皈依，这是错误的。而且呢，5世达赖就曾经郑重宣告过，雄天是一个依邪愿而投生的魔。后来格鲁派屈琼昂旺蒋巴、曲琼阿旺鸠丹、张家活佛等很多的大成就者啊，也都公开的表示过，雄天是鬼是魔，而不是神。除此之外啊，14世达赖喇嘛呢还给出了另外2大禁止修持多杰雄天的理由。一是他强调藏传佛教啊应该不分教派，互相尊重，相互学习。但是呢，这个依止雄天的人呢，却不允许修行者接触除了格鲁派之外的其他教法，排斥、迫害甚至谋杀修持其他教派的修行者。另一个理由是啊，他认为藏传佛教要依据那烂陀寺的大论点修行圆满、完整、殊胜的教法，而依止雄天的信徒呢，却舍本逐末，把佛教信仰变成了祭祀山神、水神一样的风俗信仰，这是很危险的。至此啊，这整件事的逻辑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啊！这个14世达赖喇嘛作为格鲁派传承的代表人，反对修持守护格鲁派的护法神多杰雄天，而他禁止信众修持多杰雄天的理由之一呢，就是多杰雄天禁止信众们修持其他教派的修法。所以啊，后来这14世达赖走到哪儿呢，都有一帮多杰雄天的信众示威游行，抗议他干涉宗教信仰自由。而14世达赖喇嘛却认为多杰雄天才是干涉信仰自由的那个。这一幕是不是特别的魔幻，也令人哭笑不得啊？那说到底，这个干涉信仰自由的到底是谁呢？咱们不妨先思考一个问题啊，在藏传佛教里边最爱搞事情的真的是魔吗？好像还真不是。从前弘期到后弘期啊，很多的教派兴衰存亡啊，核心问题都出在内部矛盾上。从表面上看啊，好的时候呢，魔都被调伏归降，拿到了护法神的编制；不好的时候呢，这护法神又被打回了原形，变成了魔。这归根结底，问题是不是就出在护法神身上呢？事实啊，并非这么简单。护法神体系的设定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有些护法神的誓愿和职责呀，本来就不是利益大众的，而是对某一特定法脉或者某种宗教解释系统的这个极端忠诚。他们啊，不追求信仰圆融，也不负责普度众生，只负责管理一件事儿：你尊不尊崇我这个教法。在这种情况之下呀，这个护法神他越灵验，法力越强，潜在的风险其实反而是越高的。而这位多杰雄天呢，恰恰就符合了应验极快、法力极强、立场极端分明这3大特点。所以啊，对于依此法修行的这个信众而言呢，它就是加持力极强的大护法。而对于那些在教法阐述方面跟他们这一派存在分歧的教派信众而言呢，多杰雄天可就成了一个制造边界对立，甚至是令人恐怖的存在了。随着时代的进步，时间的推移啊，多杰雄天的修持者呢，逐渐形成了一种格鲁派至上的鲜明立场，因而对其他法脉持强烈的排斥态度。而现代藏传佛教总体上走的是以利美运动为代表的教派融合路线，主张不同教派之间要互相尊重、相互团结、共同延续、联合发展。所以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啊，多杰雄天的修法呢，就被一部分教团和僧侣视为了不利于宗教和睦的糟粕。然而啊，即便是走到了这一步啊，本来还是可以在宗教内部求同存异，慢慢消化的。但是现实世界的玩法呢，往往它不是奔着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方向去的。当权力、利益、地缘政治、国际舆论、意识形态等等这些世俗化的东西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大行其道的时候呢，这一切呀就都变味儿了。这其实啊，跟咱们生活中的职场内斗没啥区别。
您看啊，但凡是奔着事儿去的，通常都会想办法团结一切力量，劲儿往一块儿使，目的呢是要把事儿弄成。但如果是奔着人去的啊，那就是各种的挑刺儿找麻烦，只要抓住了把柄就不撒手。目的呢，就是要把对方斗倒，自己占据上风。只要琢磨明白了这个道理，咱们再去看这关于多节雄天的那些争议和闹剧啊，您就会发现，闹来闹去，主角永远都是人，而不是神，更不是佛菩萨。现在终于可以回到最初提醒大家记住的那个关键词了啊！还记得多节雄天作为护法神誓愿守护的是什么吗？没错，就是格鲁派教法的清净。那到底什么算清净？谁又说了算呢？这个争执的双方啊，都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掌握真理正义的一方。无知信众们呢，更是听风就是雨，让人煽乎煽乎就炸锅。那咱们到底应该信谁呢？我觉得这事儿啊，还得回到宗教信仰本身上来。对于咱们这些普通信众来说呢，根本不需要争执啊，只要看最后的结果就行了。因为无论你相信佛法无边，还是相信雄天的护法神力，最终结局一定都是邪不压正了。正法正信终将战胜歪理邪说，获得胜利。否则，誓愿护持佛法的天神在干啥呢？法力无边的那佛菩萨们又在哪呢？难道你认为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妖魔鬼怪祸乱佛法而不作为吗？那就说明你还是不信啊，对吧？按照唯物主义的说法啊，真理永远掌握在胜利的一方，谁赢了谁说了算。但是按照佛教的理解啊，这就属于化果为因了。为啥不可能是只有真正掌握着真理的一方才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呢？咱们再往深了说一步啊，如果这天地大道能被人为修改的话，那它还能叫道吗？如果佛法可以被世人的言论和行为改变的话，那还能叫佛法吗？信佛之人是不是只有理解了诸行无常，做到了诸法无我，才能够寂静涅槃呢？我个人觉得啊，佛教作为以智慧开悟为终极追求目标的宗教信仰，它最高级的地方就在于啊，不否定任何其他宗教，也不排斥教徒们借助任何工具去更好的精进修行。大乘也好，小乘也好，显宗也好，密宗也好，都是通往智慧彼岸的不同路径而已。所以佛说84000法门，法无定法啊。如果是某个人能定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法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啊？即便是明确反对修持多节雄天的僧侣呢，也从来没说过它不存在。很多密宗上师的在私下谈到多节雄天的时候啊，都不会用邪假伪这样的字眼，而是用一个更冷静也更深刻的说法，叫不相应。说白了，这就不是个真假善恶、是非对错的事儿，而只有适合或者不适合。咱们都知道啊，藏传佛教里边很多的护法神啊，不可以随便的供奉；密续法门呢，也不可以随便的修持，就是因为这些修行工具呢，并不是对任何人都适用的。密宗弟子跟上师本尊护法之间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彼此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份关系，可能才是正确理解和开启密宗法门的关键。那好了，咱们这周就聊到这儿了，下周再见。